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7月26号，我们礼拜一的时间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可以在经历这些的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封住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稍微有一些可以放松的时间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谨慎跟小心，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与人的相处跟接触上，仍是要谨慎的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4章10到20节。腓立比书4章10到20节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我们打开圣经来读。那如果没有圣经，请听牧师这边来念这段的圣经。腓立比书4章10节到20节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有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事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授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上帝所收纳的、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人在讲这段的话语，好像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说，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事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很多人误会说，好像这句话是一个信心的激励，好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。事实上，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是保罗他在提醒这些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能够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不管是富足的时候，或者是他缺乏的时候，他都能够靠着主来得胜，并不是说好像这个保罗需要很多的馈赠。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，保罗自己也可以有支帐篷的时候，然而传道人也需要靠福音来养生，所以保罗并不是每一个教会的状况都是一样。有一些教会在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支帐篷，去做这些的自己做工来养活自己的需要。但是有时候他会接受教会的馈赠，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他都能够接受。这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他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处丰富，他都得着了秘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处境跟环境当中，不是好像一直都觉得我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或是一直都觉得我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。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，我们都能够接受上帝的安排。特别传道人也是这样。我记得以前在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些的老师都会劝我们说，要学习让自己的胃能够像宣教士的胃一样，就是无论是能够好吃的或是不好吃的，无论是那个什么样的东西，都是能够接受的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，能够学习保罗这样的一个样式，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他都能够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平安。